咱继续要来关心，这是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党内初选刷了，伊就出国8月初登来到台湾，甲呾拢无公开行程。今日下晡强强出现伫咧永联鸿海希望小学校内活动成果的展览，要离开的时，互媒体界围起来访问，咱做伙来看现场上新。我们找时间早点好不好？好了。让3个人会面之后才要跟大家讲吗？有空接很多舆论报吗？所以这个意思说是要跟柯文哲整合成功了吗？没拍到才在抛啦，不可以啦。后面的媒体朋友小心，媒体朋友小心，电梯要关门了，媒体朋友要关门了，现在是怕，谢谢现在怕3个人合作见光死吗？是你要注意安全，我们电梯要关门了，小心小心，小心，我们这样很危险。那你们回答我一个问题，不好意思，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先到外面，总统好还是你当总统好？我们到外面讲，我们到外面好不好？麻烦媒体朋友，到外面，我们都关门，这样不是关门，关门，小胖，关门，小心，注意安全。